对象那么丑。你醒了？啊，这都你整理的呀？要不然还等你啊？你先回去休息吧，下午刷汉服我会去的。嗯。我先回家了。想帮我就直说嘛，还我会去的。前段时间啊，这个龙哥断播了，实在是抱歉。但是呢，我已经洗心革面啊，重振旗鼓，重新做人。下面呢，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未来的女朋友。哎，你们基建社改装就对了。怎么了？基建社没男人，怎么让你一个女人干这活儿？哼，还不是因为那个苏娇娇，谁让我是社团菜鸟呢？还有那个苗丽，明明说好了要来，自己却不来。这活谁来不来？你让我来。对，你在底下扶着就好了，我马上就刷完了。啊。哎，你说你是不是得那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啊？就不喜欢对你好的，就喜欢约你去。你再说一次试试。小王来，抓点紧啊！哦，校长好。我给您擦，擦一左一右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啊，对不起。你还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校长，我不是让你没头发，我不是。我的亲娘！对不起，毛是好脚的。校长，
你没事吧？哎呀，还没事。你怎么搞的你还拿起你的手指慢一点，慢一点。我追不上我，臭老头！你还真牛啊！好，放学你别走。哎，同学，有空吗？老师找你。老师有什么事吗？我可以待会去找你吗？最好是现在。现在。校长他跟你说什么了？啊，没说什么，就是警告我一下，让我做个检讨。你知道的，自检讨这种事儿我最擅长。谢谢你，白龙，替我背锅。嗨，这么多年替你背过的锅，你把你赔给我都堵不上这窟窿眼儿。是朋友就别废话了，肉不肉嘛？啊，对对对，我们白大少爷够朋友，最仗义了。汪澜，这边没事了吧？有我在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你这回倒是挺够朋友的。那是，我白龙是什么人？对朋友能两肋插刀。不过你下回可不许这么莽撞了。你看你插了校长2刀，又是写检讨，又是记过的。下回要再让我遇到这种事儿，我还这么做。谁叫我在乎你呢？不像那个苗里，关键时刻就不见人。对了，你们看见他了吗？这时候你还提他？你看他什么时候对别人的事上过心？你又不了解情况，人家肯定是临时有什么事。明明说好的要来，说话不算话。说话不算话，又不是一回两回呢。我陪你去找他，走。哎，你们干嘛去啊？跑哪儿去了呀？故意躲着我呢？不会的吧？这几天的小保镖不是做的挺顺利的吗？哎，不然去宿舍看看。溜进去。有我小桃在，还需要溜啊？哦，对哦，走走。拉住我，跟在我身边。这样真的可以啊？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个小仙呐，关键时刻小桃还是挺管用的。哇，这就是开外挂的感觉。那是不是考试也可以用啊？不可以，不可以啊！这一次是特殊情况，要是被师傅发现就惨了。走吧。可以了。哎，庙里他人呢？奇了怪了，他还能去哪儿啊？一不留神没看住，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我之前练的危险场地表都有哪些地方？我们再去天台看看。怎么办呀？什么事？师傅，你们怎么来这儿了？我们来找苗里。他人呢？四处都找不见，电话也不接。怎么了，师傅？你来天台干嘛呀？我也找不到皓月了。皓月老师。下一次，别再让我们相遇了。
别让他受宿命之苦，可以吗？除了这个办法，我也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帮你了。谁叫当年我答应你了。住手！兔子，你不要婆婆妈妈，直截了当，删了他记忆，把人带走就好了。逆天改命是会折损功德的，况且如果真的有效，他们怎么还会遇见？够了！师兄，我自然有我打算，让开！师弟，我不能看你一错再错。师傅，苗离，我早觉得你有问题了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师叔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师叔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到底要对他做什么？我不许你们伤害他。没有怎么了，我只是想帮你们。帮我们？皓月，别再说了。你要是真的这么在意他，你就应该离他远一点。你们两人相爱，就会招来厄运，最后两败俱伤。怎么样？考虑一下，忘了他吧。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，消除你的记忆。消除记忆？苗里的记忆就是你消除的？还有当初那个在福利院的人，也是你？皓月师叔，师傅，你们凭什么这么做？就凭你们注定悲剧的人生，我帮了你们，应该感谢我。不管是不是悲剧，不管结果到底会怎么样，那也是我们的人生呀。随意篡改别人的人生，那就叫帮忙吗？你们这些神仙真是奇怪，是不是觉得我们这些凡人短短数十年的生命，命如蝼蚁，看不顺眼就可以随便抹杀？命中注定就得全盘接受吗？是不是得按照你们说的话？凭什么呀？总之，你记住了，你选择什么样的命运，就要承担什么样的结果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自己的命运我自己掌握，你们谁也不许插手，我不会再躲。你醒了。我怎么会在这？之前的事儿，你没印象了？之前的事？哦，你不是刷横幅了吗？哦，已经刷完了。刷完了。嗯，可能是你太累了吧？我来找你的时候，你已经在这儿睡着了。怎么搞的啊？没关系的。那个，你肯定是太累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哦，对了，今天的事真的不好意思，这一次我不是故意的。那上次是故意的啊？好，欠你一次。小桃，哎，别再生为师的气了，好不好？你早就知道师姨的事情，还一直瞒着我。你这个师傅是个坏师傅，皓月师叔更坏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？小桃，不是不想告诉你，
当年的事已经不能再改变，不告诉你是怕你守不住秘密。至于皓月，你放心，我会看好他的。我看小姐这一次是彻底的被激怒了，也不知道会怎么样，都赖师叔。你的气消了吗？没事儿，也不是生你的气。苗大神呢？他醒了，你们都说什么了呀？他不记得之前的事儿了，我先让他回寝室了。哦，对了，你放心，师傅说了，他会看住皓月的，绝对不会让他再搞鬼了。无论是谁搞的鬼，我都不怕。从现在开始，没有人能够左右得了我。凭什么说悲剧就悲剧啊？我偏偏不信。我也不信，这两个世界根本就不相关嘛。小唐，你是永远支持我的，对吗？对，永远都支持。本姑娘以后爱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，管得着吗？哎，直播呢？直播喝酒啊？大家好，我是朱良辰，碧溪学院击剑社社长，就是鄙人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剑客。啊，不是贱人啊，是剑客。哎，干嘛？给点面子嘛！我是陪你们主播来喝酒的。哎呀，喝酒的，我不用你陪我喝酒，我要敬你。怎么了？不就失个恋吗？这么受不了打击啊？你看看你学长我，上学3年，失恋3年，宠辱不惊，笑看人生。人呐，有时候就要学会怎么接受现实。你看看你，处分也受了，检讨也写了，结果呢？我看呐，人家汪兰和苗里其实挺合适的。你再说一遍。哎，你别跟我急呀！我说什么，人家也不会听我的，跟我没关系。哎，年轻人呐，多点历练吧。哎，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呢？有人心情不好，劝劝他呗。人家失恋都是为爱痴狂，你失恋怎么就成了为爱狂痴了呢？你别管我，烫死我得了。他要不喜欢我，我要那么帅干嘛？我就不明白了，明明背锅的是我，守约不来的是他，他关注点就不能放在我身上吗？哎，反正该试的办法我都试了。这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你就当你背的是绿锅吧。啊，难道我就是那传说中的职业备胎万年男二？我堂堂白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定啊？这太不科学了。命运这种事儿啊，谁也说不准。不行，我不服输。明知花有主，我也要给他松松土。那松土。好，我们上课了啊。今天我们随堂测验。汪兰去哪里了？该说点什么呢？
要不要把之前的事都跟他说清楚啊？怎么开口啊？坐过来又不说话，搞什么？算了算了，还是别说了，万一又吓到他。对，不要破坏节奏。早，我也来看看书。你干嘛不去上课啊？嗨，女魔头的公共英语，反正逃了不止一次了。碧溪学院什么人的课都可以翘，就是女魔头课不能翘，你不知道吗？是吗？我刚好骗你啊。反正逃都逃了，现在再回去，挺尴尬的。随便。对，图书馆。你不是说死皮赖脸严防死守吗？赶紧过来，快点！千算万算，漏算你这个狐狸精啊！啊！人家是一起学习学得好好的，你老想在中间插播白龙，到底安的什么心？你跟汪兰是同学，我跟白龙也是朋友啊，我又没跟白龙乱说什么，报个位置不行啊？口口声声说找小姐报恩，却一直想搅坏小姐美事，你这不是在报恩，是搅屎棍！我就是在报恩，早就跟你说过了。你少来这套！我告诉你啊，汪来好不容易想明白，这是关键时刻。想明白？汪兰想明白什么？想明白什么都跟你没关系。总之，事到如今，我们摊开来说，今后你别再多管闲事。我们井水不犯河水。如果你执意要掺和进来的话，就别怪我们是敌人。OK， 桃姑奶奶，你说了算，行不行？不要挑战我的底线。对不起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你们继续啊。啊，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你来是看杂志的吗？没有啊，当然是来看你呀。我也是来查资料的。那你资料查完了吗？还没有。不着急，慢慢查。你忙你的。我查完了。你完事儿了，正好我也查完了。等等我。哎，你要去哪儿啊？食堂。没吃早饭吧？我也没吃，一起吧。我是去买水果，不是吃早饭的。你都不吃早饭的吗？哇，好养生啊！我没有吃早饭的习惯。我告诉你，极限大赛快要开始了，你的训练量会越来越大的。如果你不注重身体的话，你还想跟谁比赛呢？知道了。汪兰，干嘛？我正好找你有点事儿。你有什么事儿？就动漫社找你有点事儿，然后我想让你帮我个忙。没空。昨天才替你两肋插刀，今天让你帮个忙都不帮。你们慢聊啊，我先走了。学长再见啊，学长。慢走不送。怕了你了，说吧，什么忙？其实没什么大事儿，我跟你说，真没什么大事儿。欢迎来到巨星白龙的世界。哎呀，辣眼睛！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，多少粉丝想看都看不到。说重点，找我来干嘛？就是这个动漫社吧，过来找我拍一个宣传片。可是我这边呢，缺一个人负责照顾我，关怀我，呵护我。说人话。
就是做我的小助理。主要工作呢是做粉丝团团长，没事的时候呢帮我拍拍照、拍拍短视频，然后就是帮我管理我的微博号，还有公推号，然后就是做点图喽。我也是先走啦。哎呦喂，这个真是共患难才能检验真感情啊！这平白无故被的处分哟。果然不能欠人人情。说吧，你要我做什么呀？那就让我们愉快的开始工作吧。拜。你来这干什么？他是我叫来帮我忙的。你还真有闲心，王兰，你不知道吗？你早上没去上课，女魔头已经发飙了，正到处找你呢。啊！老师，您找我？哟，是我们汪兰同学啊。老师，对不起，我今天早上起晚了。起晚了？那继续回去睡吧，就不打扰您休息了。哦，以后啊，我的课你都可以不用再来了。老师，我错了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发誓，以后您的课我绝对不会再逃了。汪兰同学，机会可不是我给你的。喏，这是我的教案，里面呢都有重点，自己拿去复印一份。下堂课后补考，要再考不过，这门课的学分就没有了。啊？不想要啊？我要，谢谢老师。老师，这还要等多久啊？等着吧，你看这么多人。哦，那我把书先放在这儿，一会儿再过来排队拿。好。哎，谢谢老师。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跟苗大神一起吗？别提了，今天从图书馆出来呀，本来说要去食堂的，结果半路啊被白龙拉去当壮丁了。到了动漫社，结果又听说女魔头发飙了。哎呀，我这一天磨难的呀，肚子好饿。哎，看在小姐今天这么辛苦的份上，就让小桃来好好犒劳犒劳你。这是什么呀？天宫商城。这个好。那锅底和菜呢？都在这里面呢。哪里？爽了。太爽了啊！这些肉和菜呀，怎么都捞不完呢？那当然了，天宫商城的东西没点特色怎么卖得出去？哦，那这就是聚宝盆呐！俺要给这个火锅100分。好吃。这个东西啊，这点小事还是能办到的。哎，那个，今天你在图书馆跟苗里怎么样啦？今天啊，还好。好吃。什么味儿啊？好好吃。开门，检查宿舍。这是宿管老师，快收拾。赶紧开门啊！干嘛呢？老师好。怎么这么半天？就是啊，干什么坏事呢？你
你们知不知道宿舍里不能使用违禁的电器？这么浓的火锅味哪来的？有吗？没有啊。这整个楼道飘的都是火锅味儿。你知道要发生火灾的话有多危险吗？哎，你们也太没有公德心了吧！你们不用藏猫猫了啊！汪兰，你说东西呢？啊，老师问你话呢，说话呀！哎，瞧你这满头大汗的，吃得开心吗？对不起，我太辣了，对不起。干什么？别吵了，什么手啊？都别闹了。汪兰、小桃，你们这个钱这个月扣分。还有你，苏娇娇，你不是楼长吗？怎么管的？老师，哎呀，行了，赶紧把火锅倒了，开窗通风。哦。哎，你们真行啊！自己闯祸还要别人替你背黑锅，丧气！活该！也不知道是谁告的密，自食砒霜毒老虎。哼！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还得去复印教案。那个，我先走了。火锅别倒了啊。老师，拍到我了吗？你要印什么？给我吧。啊？不是，我在这里放了本书。完了，不会是谁把我的书拿走了吧？啊！完了！苗大师啊，苗大师，这个手只能靠你了。找我干什么？这次真的不是来烦你的，是真的有事情。你哪次找我不是有事情啊？你说吧，什么情况？女魔头把她的书给我，让我去复印重点，结果我把她的书弄丢了。其实呢，我一点也不意外。我知道我蠢，所以我把我的英语书找来了。可是女魔头书上的那些重点，我根本就不记得。女魔头本来就对我火大，还不了书，这可怎么交差呀？哇，你书也太新了吧！所以你是要我再帮你画一次重点是吧？哦，上次你爽约不是说欠我一个人情吗？这次能不能还给我呀？哎，你这不是在强行讨债吗？拜托了，拜托！除了你，我想不到还有谁能帮我了。行，就帮你这一招。我可以麻烦你以后长点脑子吗？辛苦你了，我下回一定长，我现在就长。都这么晚了，食堂肯定关门了，我请你吃饭。你走啦。哟，这么巧啊！这么晚了出来吃夜宵啊？学长不介意一块儿吧？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还说呢，从动漫社出来以后就找不着你人影了，找你一天了都。哎，女魔头事儿怎么样了？搞定了，多亏了学长。是吗？那正好请学长吃顿饭。怎么搞的？今天啊，既然请学长吃饭，那咱们作为学弟学妹的，得表明一下心意。咱们不醉不归。抱歉，我不喝酒的。别学长，这男人怎么能不会喝酒呢？学长不会不给面子
要喝你自己喝。既然你想喝的话，我可以陪你喝一点。好啊，你看咱学长多痛快。那我也喝。我先敬。是我们一块儿敬学长一杯，谢谢学长对我们学弟学妹的关照，还请以后啊学长多多关照。不用客气。我可没跟你客气。你要是不能喝啊，你别逞能啊。没事。来，马上。白学长，咱们啊慢慢吃，慢慢喝，慢慢聊，正好呢交流交流感情，好不好？哼，跟我斗，今天就让你原形毕露。我先开为敬。他到底在笑什么？哎，醒！那个学长问你，你在笑什么呀？你别喝了。我没事，我一点事儿也没有。我看，我先把他送回去吧。今天不好意思啊，本来想好好请你吃顿饭的，没想到吃成这样。你们在干嘛？要喝酒的也是你，喝成这样，烂泥扶不上墙。不用你扶，我挺好。你今天也不应该多喝那么多酒。你睡前记得多喝点热水啊。哦，知道了。那他这样行吗？没事，我会送他回家的，你不用担心了。那明天见。明天晚上你有时间吗？今天这顿饭没有吃好，干脆明天我还你一个电影吧，还是我请客？明天啊？我没事啊。那明天见。谁说在一起会不好呀？我看啊，是越来越好。起来了。夏兰兰，夏兰兰，你们回来了？怎么了？这是？他喝醉了。不用去管。老爷，我跟你说，你离汪兰远点。汪兰。这谁？哎，你起来！谁弄走？我这么大味儿！什么味儿？汪兰，你别走！哎，你等一下。谁碰我谁？我觉得你应该离汪兰远一点，你们不适合。所以
你这是在替白龙说话是吧？停！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哎，你醒了？啊，那个昨天晚上，你是问你和谁发生了什么？我是问我昨天晚上怎么回来的。昨晚喝醉了，苗里送你回来的。他送我？汪兰呢？他先送的汪兰，再送你啊。大爷！你也知道。那他俩没怎么样吧？那我这屁股怎么那么疼？这我哪知道？不过我知道你昨天晚上差点脱单。什么意思啊？自己体会。昨天晚上。王兰，你在干什么呀？试衣服呀。一大早就试衣服？我晚上要去看电影，得提前准备。那你也太提前了吧？让我看看。No。等。不要。下一套。No！ 你在想什么呀你？这个绝对不行！不换。那我要穿什么呀？好了，知道你们是第一次正式约会，放轻松，别紧张。这件事啊，就包在我身上。天哪，我那么早来干嘛啊？我没迟到吧？没有啊，我们走吧。真是越来越过分了。哟，这不是白大少吗？你在这儿干嘛？等汪兰呢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呢，就是要好心好意的告诉你，如果你要等汪兰的话呢，那就不要等了，人家早就跟苗里约会去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校门口一起走的。哎，
不得不说啊，这汪兰还真有两下子，有手段。你怎么总咬着汪兰啊？切，吃醋就吃醋，心疼就心疼呗，你非得绷着这个劲儿干嘛呀？我吃不吃醋跟你没关系，你以后别当着我的面说汪兰坏话。当备胎还当出责任感来了。我和大家一样，从小就喜欢游戏。贝微微和小奶说过，我们可以在游戏里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，认识更多有趣的人。和第一次约会，游戏要好好记住，游戏才是更美好、更激动人心的世界。你要是真的这么在意他，你就应该离他远一点。你们两人相爱，就会招来厄运，只有2败俱伤。就算哪天这不要个胡思乱想，我们一起看过的风景，做过的事，这些记忆都不会因为数据的消失而消失，我会一直都记在心里。你呢？会有一天，我要带着我们的孩子来这里，孩子？告诉他，我们是在哪里说的第一句话。如果我知道。王兰，你说点什么呀？这么冷场，多尴尬呀！今天晚上好冷啊，该你表示表示啦。啊，不然我们跑跑步，跑跑步身体会暖和一点。嗯？你不是吧？到底是有多傻啊？这个时候该跑步吗？啊，等等我啊！我实在是跑不动了。暖和了吧？跑不动了。怎么了？我的脚好像崴了。脚？嗯。哦。这边吗？这下你总该背着我走了吧？哎。我在问你哪里痛？这里痛，这里痛！痛！走不了路了，好像走不了路，好痛痛死了！痛！你快放我下来呀！你别乱动！你是扭伤哎，万一伤上加伤怎么办？那你就不能背着我呀？顺手吗？上来吧。喂！你干嘛在路口停下呀？你不要命了？你那么夸张干嘛？我哪有夸张啊？你刚才差点没撞到，你不知道呀？好了，我知道错了。你还笑？为什么不能笑？就是不能笑。你别生气了。时候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我自己能走。左脚还是右脚啊？
既然已经被看穿，就不要乱动了。打听。啊，好累啊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赶紧交代。累，累，但是很开心。Yes， 我都替你感到开心。不行，我要发朋友圈纪念一下。这都什么鬼啊！胡说八道！汪澜，你快看。背后说闲话，当心赖舌头。哎呀，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我们又管不了别人的嘴。那不行，咱们必须得反击。三人成虎的故事你没听说过吗？小姐的清白之身不能任凭玷污。哎，你这话说的有点不对劲儿，谁被玷污了？说反派，反派就登场。你要干嘛？你别拦着我，本桃今天要除妖卫道。这是学校别人事儿。早啊，早，学姐。皮笑肉不笑，非奸即是盗。用脚趾头想都知道，肯定是他们搞的鬼。我们又没有证据。再说了，这种事儿只会越抹越黑。反正只要苗里别误会我就行。苗大神不是那种人，肯定不会的。但是我们不能就这么忍了，我是咽不下这口气。小涛，你可得先答应我，不许惹事，咱们犯不上招惹小人。我能惹什么事啊？我又不会吃亏。我们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，我可不想横生枝节。更重要的事？你是说苗大神？你们不是一切正常吗？现在是正常，可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出事儿？所以呀，保护工作还得继续，绝对不能掉以轻心。而且，自从上次约会之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心神不宁的。苗里态度越是对我好一点，我反而越是担心一些。汪澜，不要怕，上苗大神这趟车，危险系数当然高，我们只管看好他就行。走吧。醒醒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在这睡觉？你来我宿舍干嘛？网上帖子你看了吗？干我什么事啊？你别打扰我睡觉。